乡亲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收看台湾新闻界，我是阿明张伟明。咱看到讲哦，台湾新闻界要继续来守护咱台湾这个疫情的这个部分啦吼。这礼拜咱看到讲哦，今仔日咱看到讲本土案例是333例啦吼。咱么看到讲，湘北市伫咧拜六的时阵开始启动3级的这个警戒，啊，真侪县市吼嘛自我提升到准3级的这个防疫这个部分。尤其咱看到讲哦，全国这个病例欠悬这第一天180例，大家都看到硬气啊。第二天又搁提升到206例，咱嘛讲到今仔日的这个333例啦吼。有人讲这可能疫情也咧欠悬当中，但是搁呼吁一届观众朋友，咱共款啦吼，伫这个时间做好咱公共卫生的这个部分。虽然讲咱安尼看起来3天已经累积到差不多719例啊啦吼，虽然本土案例直直咧欠悬吼，但是咱讲咱的这个快速体检的这个部分过去了吼，真正无法度应变这个突然间这么大的这个采检能量啦吼，所以即马看到讲真侪这个体检站拢是这个人吼这个客啦吼，虽然即阵嘛是呼吁讲真正若是有轻症的，有一寡这个观念都要来转变啦吼。另外咱嘛看到讲吼，过去这个10天以上吼，若是轻症你带病，也是讲无症头即阵确诊者，也是讲新确诊的这个轻症患者。为着要提升到符合隔离病房的这个吼，要互保留互啥，互这个重症的这个病人，即阵咱们看到讲，这个湘北市也好，全台湾的这个病院拢咧做一寡这个盘点啦吼。咱嘛讲提升到这个防疫这个工作，尤其到位咱看到讲台北市也好，艋舺地区、新北市邦桥地区拢是这个重灾区吼。即阵嘛传出着讲吼，湘北市遮有6间病院拢有住院的这个患者吼，佮有医护人员确诊武汉肺炎这个消息。另外，咱嘛看到讲新北市的这个当病院遮，佫有逼出啥院内这个感染，目前已经有9个人来确诊啊吼。好哩，加在这个医护人员拢是采检阴性的第一波啦吼。另外第二波可能还继续来做这个 PCR 这个部分。目前咱看到讲吼，是规个这个医疗人员做一届的盘点，啊嘛检看到这个门诊这个部分，住院的病人敢若会当出去吼，袂当过来收治啦吼。另外咱嘛看到讲对住院的这个病人嘛来进行着扩大体检，为着就是要守护吼，咱讲全台湾。这个咱讲哦，这医疗人员吼，袂当吼，互伊安尼放盘落去吼，守护这波疫情，你我拢有责任。现在要请节目顶所有来宾，第一位要请台北市医师公会常务理事周宪忠。主持人、两位来宾，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安安，大家好。第二位，咱们邀请江和平病院急诊室主任张如泰。大家安安，大家好。第三，咱们邀请国家卫生研究院研究员周建宏。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是咱讲到湘北市啦吼，即阵防疫拢已经提升，啊，其他县市咧拢嘛提升到这个准3级这个部分的这个应用吼。今日新增加333例这个本土病例，咱头毛讲对，这个台北市吼158例，新北市148例啦吼。啊，指挥中心嘛讲吼，这个假消息相当会当罚300万吼，先做来听。有新增335例COVID-19 的确诊，333例是本土，那2例是境外移入。333例的本土案例，189例是女性，144例是男性。那男性介于未满5岁到90几岁。发病日到采检日介于5月5日到5月16日。居住的县市分别为台北市158例，那以万华区89例为最多，那其次为新北市的148例，那以板桥区41例为最多，桃园市10例，基隆市6例，彰化县5例，宜兰及台中市各2例，新竹县及毛利县各1例。有关相关的假讯息请勿转传那整体它是有刑责那也有我们的罚款罚款最高可以到300万，那或者是3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或拘役。5月19日起5月19日0时起，那暂缓为持有我国居留证之非本国籍人士入境，及暂停旅客来台转机。是来看到讲，全台湾伫咧今仔日333例这个本土案例内底分布的这个状况。
台北市158例吼，拢伫咧这个网价吼，伫遮有差不多89例，然后另外伫咧新北市遮吼，邦桥遮是41例。咱嘛知影这个邦桥也好，网价也好，伊的这个地理的这个环境吼，也是地理的这个位置是要讲吼，就伫隔壁尔啦吼。虽然看到讲这回疫情吼，这两个这个所在真正有关系。另外，咱过去咧讲的新北市这个泸州的这部分，共款嘛是有咧炭烧。另外，宜兰遮吼，咱讲过去这个游乐场所的这个群组内底，今仔新增加2例，但是即阵爱上关键。咱看到讲吼，这个湘北市以外，咱过去咧讲的基隆、宜兰以外、桃园市以外啦吼，即阵新德县也好、台中市也好、彰化县也好、苗栗县也好，拢总出现着这个确诊的这个部分啦吼。虽然看到讲差不多有这个9个这个县市已经吼，伫咧即回吼，这自这个 Novotel， 甲咱看到讲网价的这个群组感染内底，探到9个这个县市内底去啊吼。虽然吼特别来注意嘛，是这个彰化县吼，尤其即回彰化县吼，佫有啥物1300个人吼来扩大体检。为着啥物咧？为着讲吼有一个卖水果的，爱去参加这个结婚的这个场所内底啦吼，咱佫看到讲伊无挂喙炎等等遮，所以扩大来体检。但是咱讲规个这个医疗人员有够无啦吼？咱看到讲台北市也好，新北市也好，即阵拢传出着讲体检站的这部分吼，真正无够。咱看到第一天有4站是伫咧台北市遮。有真侪新北市的朋友，也是讲吼，因为伊捌去过吼，这个网价这个所在，嘛伫这个60万这个信息内底去互通知着，因就来做体检，但是吼，小连刷2天的这个部分，咱看到讲台北市也好，新北市也好，拢是人较空的，但是伫咧体检站拢是人啦吼，这要安怎来去看咧？首先，咱请教这个周理事啦吼，尤其体检这个部分，咱嘛看到讲阳性率差不多是10%。差不多讲，什么10个人内底就有1个人来确诊，这代表什么意思？各位朋友大家好哈。这个阳性率吼，咱是讲若是确定是阳性的时阵，就爱搁做一个 PCR 去甲伊做迄个确定啦吼。但是今仔日阮中昼吼，台北市医师公会含迄个卫生局嘛有开一个应变的会议吼，会议中间迄个咱的迄个卫生局科长有讲吼，其实即摆的迄个 PCR 阳性率甲咱的迄个快筛阳性率吼，伊是差不多哦。咱本来拢想讲吼，这阳性率10%吼，若去做 PCR 应该是会降较低啦吼，但是伊即摆做出来是差不了偌济啦吼，所以是这个代志是不了严重啲啦吼。这个采检吼，因为即摆咱的指挥中心吼过去啦吼，咱内底真侪专家吼，甲咱过去1年外吼，拢收了袂歹。但是伊个内底专家吼，欠缺这个叫做基层医疗的专家吼，因为拢是大病院的学者专家嘛吼，伊拢无考虑讲吼，万一病院挡袂调的时阵，阮遮个诊所的医生其实阮拢准备好要来贡献啦吼，但是就是无甲阮纳入迄个内底迄个人员的迄个编制内底吼，所以这个时阵吼有小可会乱。毋过吼，阮即马拢甲迄个医师公会含迄个卫生局吼，各地医师公会拢有甲卫生局吼有讲好势啊吼。若是讲有需要的时阵吼，阮这个咱的迄个开业的医生吼，拢会来去内底甲因做一个支援。是，所以咱嘛看到讲吼，全台湾已经有9个这个县市吼，因为这波疫情来受到这个影响，咱嘛看到讲规个这个疫情是探到这个吼其他这个中南部也好啦吼，大家嘛是真正惊吓，所以头一个讲的就是讲吼，咱甲这个诊所这个部分嘛爱做到吼，体检这个能量提升，毋是讲咱看到讲体检站也好，咱看到讲吼北配料以外新增加的这个吼其他这个体检站，有的人看到讲哇开始又搁是这个排队啊，但是咱讲到吼，其他的这个资源的能量是毋是会当透过这个诊所也好，基层这个医疗诊所也好啦吼，所以恁会当搁做啥物无？譬如讲这个体检的部分，也是讲咱嘛看到讲最近因为看到这个案例提升，大家人想要检验的这个部分提升，但是咱嘛爱呼吁观众朋友有镜头才去啦哈，无代志的时阵嘛是共款避免流动，是毋是安尼意思？因为最近吼，就是今仔日吼，是迄个开诊的第一天啦吼，像我早起有看门诊嘛吼，大家来吼拢其实真烦恼啦吼，有的人看耳仔看嘛讲我有成无安尼吼，其实这已经是超过讲吼，像个忧虑去啊吼，就是一寡假消息安尼传来传去吼，其实民众吼拢实在是真惊吓伫的啦吼。这个阮的基层吼，基层的诊所会当做的代志，除了去支援这个吼采检的迄个中心以外吼，其实你即马迄个咱的医学中心即马因为收治病人吼，因为即马要降载吼，就是要甲因的门诊甲无必要的手术吼，甲降低迄个门诊的人数。
但是咱的乡亲时代老大人有诶一寡慢性病，但伊嘛是有医疗的需要啊。吼，咱袂使讲啊，你莫来，吼，啊，就放伊去吼。其实爱互因带因来即个基层医疗，其实阮基层医疗的医师古早嘛是拢大病医出来，啊，即马即个大病医的医师真济，有阮的老师，有咱的同事，啊，搁阮教过的学生，啊，因伫咧内底遐尼痛苦伫，阮嘛爱分担一寡责任伫。啊，阮医师工会吼一直有徛在即个民众的迄个吼方便性吼，因为咱毋免去病院嘛吼，啊，迄个最近大家都讲啊，我爱去无，但阮的吼其实即马即个镜头是真歹掠啦吼，啊，阮真济时间拢咧安慰病人啦吼，啊，同时讲其实即马即摆无一寡镜头嘛是毋是讲掠真在，但是吼，咱甲一寡吼较轻的，那正经讲伊无确诊出来吼，其实伊转去吼，甲迄个家己吼隔离起来吼，啊，莫去喂互别人。其实吼，过一段时间了，大家无出来外口拍拍照，袂去喂来喂去的时阵，即个人数应该就慢慢就降过来。但是我感觉即个高峰还未过。高峰还未过啦吼。其实有人讲吼，有人即个2礼拜是关键，但是有人嘛讲，即个4礼拜才是关键，甚至是即个8个礼拜啦吼。咱们看到讲爱断掉即个传播链，真正爱靠吼你甲我吼做伙来去守护啦吼。尤其咱讲吼，即回为虾米疫情？有人讲4月就开始啊，甚至讲吼昨有人讲啊，即个指挥中心嘛讲，上早发病即个部分是4月初6啦吼，代表虾米意思？咱讲即个病毒已经台湾安尼拖2个月，也是讲个半月遮尔久，但是今日指挥中心嘛讲着吼，即个回咱看到讲吼，即个病例讲4月初6这部分哦，根据着即个一寡即个调查疫情调查这个部分，差不多是5月吼16号吼，才是这个部分，才是正确这个数字啊，毋是讲4月就来发病吼。但是咱嘛看到讲，这个病毒真正拖了较累啦，尤其讲病毒内底真正伫咱的这个社区传播真久啊。啊，即回嘛造成着流行，所以咱嘛爱继续来关心着，就是讲亚东病院即个状况哈。啊，其实咱第一个传出来就是即个和平病院，咱看到讲吼，有即个护理人员吼，惊恐恐话着，啊头前嘛检查着有2个即个确诊的，尤其甲即个网咖即个地点嘛有关系啦吼。过去嘛是和平急诊室病院出身的即个主任吼，朱台医师啦吼，来甲咱讲一下，即回咱讲着病院。真正爱守护掉，尤其咱即阵来讲吼，即要门诊降落伊的即个上低即个标准啦吼，要互即个动静的即个患者好，等等医疗人员会当充足。咱讲病院真重要，但是咱看到亚东病院吼，即回嘛是指标的，伊若是即个院内感染控制好势，会代表什么款的意义？其实哦，即届我想大家若记还阁有诶吼，去年咱迄林口即个中继病院吼，伊就是发生过啊嘛，伊嘛是因为查袂出来，啊，伊就是因为糖尿病啦，原因去啊，结果迄落带来病院入去啊，感染就嘛是10个，迄当阵大家嘛足惊迄个弹出。啊，即届即个迄落和平病院吼，伊嘛是因为即个病毒的迄款迄落变种吼，所以镜头愈来愈侪款啦吼。啊！你要叫第一线的医护人员来讲，哦，敢若神呢？我一来我就会当验出来，是无可能啦吼。啊，所以迄落加在啦，阮和平病院因为18年前吼有迄个足凄惨的即个经验伫的，所以逐个医护人员足认真的、足谨慎的。所以我听到即个消息了，我随时问阮迄落。即马目前咧，迄落急诊的即寡迄医护人员，阮的同事，因就讲啊，阮拢甲以前共款，阮拢足谨慎的，阮拢无迄落安尼说凊凊彩彩啦吼。因为阮有经验，其他病院可能无经验，我毋知啦吼。但是和平病院是因为有经验，所以因逐个足谨慎。所以即2个虽然伊无讲实在话，但是阮嘛是足。吼，谨慎来处理，所以阮的动线吼，因内底动线其实足严格啦，无像18年前遐凊彩。分仓分流已经做过啦，拢足严格。所以即届你看，阮医护人员无人去念着，吼，拢是迄落病人啊边仔抑阁有无，咱是毋知影，因为抑阁14天的即个迄落观察嘛吼，啊，所以我是感觉讲。咱即摆甲18年前无共的是，咱拢医护人员拢足谨慎的吼，啊足注意咧应付即个疫情。是啊，所以大家也莫惊吓，只要咱的
病院吼袂去放盘，大家拢免惊。但是吼，大家毋好凊凊彩彩就要去病院讲要检查啦，要创啥的吼。你一个病院的急诊室吼，拢互伊放盘去的时候，迄是毋是咱的幸福，迄是迄落咱的灾难嘛。吼，所以我是感觉，劝咱的迄落所有的民众，毋好惊吓啦。但是吼，咱嘛是要注意吼。1120，咱有一个弱势的即寡团体。是。敢若咱即马艋舺区吼，伫阮迄落三水街啊，迄是足复杂的所在啦。是。华西街足复杂的所在，你讲要验出来，咱即马爱思考要用啥物方法叫因出来检查啦吼。是，因为咱看到讲遐真济医工啊也好啦，是讲米的即个咯营养的即个下骹啦吼，所以你是看袂出来，暗疏疏你也看袂，所以这是。即马咱爱注意的，要安怎去围？吼，因为大部分的咱的民众是拢会当配合，但是即寡弱势吼族群，咱要安怎去帮助因？袂使讲安尼讲，我要你发了要，愈发愈凄惨。因都比来比去，即马你比个中南部去，当你即只就灾死啊！所以我是感觉讲，咱的。指挥中心吼，咱爱正爱足小心来处理，吼，毋好安尼讲我要扣袂着，我要发，我要创啥物迄落，吼，尤其最近嘛有一寡议员咧讲哦，这头家吼，请的即寡头家，伊嘛惊去互发，伊嘛袂互即寡人出来互你迄落检查嘛，所以这是足头疼的一个问题啦。是，所以咱嘛看到讲吼，迄当阵有这个特赦令吼，就是讲亲像这个移工无身份证的，也是讲逃走的等等这个部分，为着要这个疫情吼放较宽咧，鼓励因这人出来体检，咱嘛看到讲有这个特赦令，中央含这个台北市政府拢总有啦吼，新北市因为咱讲地缘的这个因素，嘛共款爱来吼实施着这个特赦令，或者可能有这个吼，咱讲过去吼八大行业的人吼，也是讲地点的这个人会当。真正拢敢出来采检吼，莫阁互这个稳定的传播链继续伫咧咱的这个社区，咱过去咧讲的社区感染，即阵是已经是社区流行啊啦吼。流行的意思是啥物？咱们看到讲即阵吼全国确诊，当然这是疫情吼开始，甲即阵咱看到讲本土的病例甲当是883例，但是吼头拄仔恁有听阿明咧讲，咱讲即个3天以来都已经710外例啊啦吼，所以即个部分719例，所以咱看到讲吼安尼算起来。伫咧遮过去乌数，伫咧即摆做回爆发出来。咱头拄讲到疫情的高原峰，有人讲2礼拜、4礼拜、8礼拜拢有。咱继续请教周研究员吼，咱若真正爱长练吼，上5万的，咱嘛亲像真济最近有人伫网络讲的，咱个互世界看一遍，2礼拜，咱个表现一届哦，一届尔哦，就是这2礼拜甲长练。但是有的专家讲4礼拜也好，甚至甲8礼拜也好，咱来做到啥，才有可能长练的。OK， 咱即摆先来，咱即摆面对的是英国变种病毒，因为即摆知影伊的传播率足悬的吼。头今仔日即摆来看对应的，即摆目前即摆本土的感染者大部分拢是英国变种病毒。是。即摆指挥中心嘛有讲过，伊讲即摆除了即摆因知影一寡案例吼，知影伊的来源了，佮有其中还佮有一个40例，也毋知影伊的来源。无明确，无明确。所以咱若以最严谨的态度去想的话，那这个40例吼，感染者的时阵吼，伊会搁拖落去。伊即马咱即马的防疫时间上少14天。是。你若是讲伊若搁会搁拖一撮，就是14天就搁2礼拜。所以伊即马咧做疫调的时阵，吼，即马咧扩大采检的时阵，这另外2礼拜就是针对咱这不明来源的这部分呢，搁检查时阵。但是伊佫有一个机会哦，因为即摆因感染的，所以已经有可能有机会因传染个下一波啊。是。这下一波咱即摆开始咧预调，也毋知影。那安尼就用14天爱佫入去。所以毋知的部分呢，伊若佫有一个机会，佫拖另外一波。就另外14天。是。你若咧想看，若安尼食预调，若咱咧顺时阵，这14天甲14天，就表示讲咱有当控制的时间范围内底。所以我即摆来看。回到即摆来看，即摆这2礼拜应该是咱即摆的本土的病例应该直直清关，清关，这是无问题。这是
这个 curve 啦，吼，这个趋势是一直欠管的，无唔对。但是上重要是，这14天了后，看来是毋是病例开始减少？那开始有减少食，就表示讲咱开始有控制掉。OK。啊，这个部分呢，拢爱是用慢咱家己。咱即马听到卫福部，伊即马宣布安尼，咱大家咧配合时阵，有确实去做无？然后确实去做，这14天了后，会病例一定就会降。啊，若无配合，啊，佫有一个闹交的，迄14天了后，迄本土病例一定佫悬哩。是。所以讲哦，这我的预估保险是14天加14天，所以差不多4礼拜时间。差不多时间，嘿，这是我的想法。是啦吼，咱嘛看到讲，伫咧第3级湘北市宣布的这个部分啦吼，是伫咧拜六，咱看到迄当阵国中咧进行什么会考。咱讲吼，这个有10几万的这个学生做伙考试，啊，其中咱嘛看到个新北市有这个吼国中生吼，国中生吼，因为确诊，所以因去做一寡这个补考的这个动作啦吼。啊，咱吼这个第2天，咱嘛看到讲同款进行会考，但是同迄个时间，咱嘛看到台北市也好，新北市也好，因两个做伙宣布。国中3年，甲高中生3年，拢唔免去学校。但是有人在咧问讲，为什么吼其他的这个国一的也好啊，国二也好啊，还是讲高一、高二也好，还是国校啊遮，拢唔免去上课，咁拢唔免去吗？吼，这个部分代表是啥物意思？咱讲吼，真正爱甲伊限制伫吼，莫搁伫咧这个校园内底有群聚感染，尤其咱看到讲校园伫遮，即回真侪学生囡仔确诊啊吼，所以咱看到讲吼，湘北市遮今日早起吼10点半嘛宣布，就讲吼高中职以下，包含啥安亲班也好，补习班也好，还是讲吼这个幼稚园的这部分吼，对明仔载开始拢停课。啊，其实有的家长因家己嘛有一寡这个警觉的这个意识，因讲哦，咱就会当这个分流去卖上班，还是伫居家吼卖上班，所以我甲学生囡仔先请假，但是对明仔载开始。咱湘北市的这个部分学生囡仔，共款嘛是拢来这个吼停课，但是伫咧线顶吼，咱嘛看因有做一寡这个线顶的这个课程的这个规划吼，家人市共款吼，嘛伫咧国中哦，这个3年啊，甲这个国中生的这个部分吼，高中生停止上课啦，去咱管共款嘛是国3高中生3年啊吼来停课啦吼，真侪县市吼，不论你是第3级的，还是讲准第3级，拢有即款的这个意识，尤其吼，咱看到讲吼，学生囡仔确诊的，唔干那是这个湘北市的这个部分。其他这个县市嘛拢总有啦吼，所以即阵嘛要来带观众朋友做伙来看讲吼，伫咧吼湘北市安怎去运营即回啦吼，咱讲安亲班也好，还是高中以下学生也唔免去上课，先做来看。从明天开始哈，台北市全境那个高中以下哈，包括高中、国中小学、幼稚园、安亲班、补习班。还有托婴，你知道哈，不管是公托、私托的哈，这种比较群聚的哈，全部都停班，你知道哈。那先停2个礼拜，到5月28号。那之后的话，我想，因为我们还是要按照这个疫情的进展哦，随时再跟大家宣布新的政策。但是在家里仍然需要防疫做到对，希望不要因为不要上课而束手。至于我们的所有的教学准备都是多元性的，除了我刚刚说的远距教学、线上自主学习、书本自主学习以外，也有教育的基础的网站可以来给大家去学习，甚至我也透过第4台的封闭的方式，让孩子呢可以透过第4台这里面的。是咱看到讲5月28进前吼，高中以下拢来进行停课啦，到5月28进前，咱嘛看到讲真侪大学也好，拢已经吼改做是线顶啊，连这个毕业典礼吼，拢总来取消吼。这咱看到是爱来做一寡这个运营的这个部分吼。咱嘛看到讲吼，这个伫咧总指挥中心一寡态度上的一寡转变。过去咱咧讲到吼，确诊的这个病例，咱讲吼，因的这个吼处理的这个方式，真正因拢是住伫咧这个负压隔离病房，但是咱看到这回咱头头讲到333例，总200外例啦吼。啊，第一天的时阵180例，安尼小连续来增加，咱讲吼，这个负压隔离病房的这能量当然会无够，所以咱看到讲，即阵吼指挥中心甲咱讲，确诊啊，吼，你若是确诊啊，你爱安怎做啦吼？咱首先来看到吼，伊讲大部分的这个 COVID-19 的这个感染者，拢是这个镜头确诊呢。你讲休困了后，就家己会当康复吼，啊，为着要互这个医疗人员吼，资源吼，留互较当前的。建议你伫家中内底
卖离开吼，等待公共卫生的这个人员来甲你做通知啦吼。这甲咱过去的这个做法已经无共款啦。第二个，咱讲吼，若真正伫咧厝等的这个时间，咱来创啥？过去咱吼真正伫咧吼居家检疫的这个部分，也是这个徛家隔离的这个部分，咱已经要求吼一人一室啊吼。啊，但是即阵你是确诊的这个部分，吼，请大家吼一定爱来落实啦吼。咱讲真正你有轻镜头的，还是讲你可能是无镜头的，你嘛是共款啊维持着吼。啊，你是高薪啊吼，就一人这个部分啦吼，莫甲吼其他厝内底人吼使用着这个吼无共的这个疫情啊也好啦吼，这个爱使用无共的疫情啊吼，莫离开房间，这是确诊者这个部分。另外，啊，伫咧厝内吼，嘛爱避免甲吼住伫共吼一个所在的人有一寡这个接触啦，尤其是这个吼是大人好啊，这个较细汉的，还是讲免疫力较低这个共住吼住共位这个厝内底人吼。继续来请教这个吼周理事，咱讲到这回看到这款的这个指挥中心这个 guideline 的这个转变，你发现到啥物？尤其医疗人员，咱头拄嘛讲到，爱准备吼真正重症的这个患者。咱嘛看到讲，即阵集中检疫所有甲这个轻症无镜头，也是讲住10天，也是无镜头的人吼，这个轻症的人，甲伊刷去集中吼加强版的集中检疫所，这代表是讲咱爱应用的是吼，咱头拄讲的高峰期也未过这个现象咯，是毋是安尼？是，指挥中心即马吼做这个应变吼，基本上方向是对的啦，但是有欠考虑的是讲吼，咱台北市、湘北市吼，其实寸土寸金啦吼，啊有的人大的厝拢真歪。啊！你要叫你讲吼，有人一个房间，啊，佫用无共款的疫情啊，迄我看是无啥可能的代志啦。啊，咱若是讲吼，要较顶尖一个吼，就是征调就一寡吼集中的检疫中心吼，或者係轻症的人去住喺遐吼，啊一人一室安尼较有法度落实啦吼。啊，而且就是讲吼，若是有小可有镜头的时阵，咱一寡医护人员吼会使吼，因为咱即个 COVID-19 吼，有时啊吼伊变化真大，尤其是迄老大人吼，有时啊好。过段工就变变化足大。你若讲伫咧厝的内底吼，啊有时啊吼，你若讲伫咧社区内底，啊隔壁有人住这，啊你感觉社区的人伊心肝头，敢袂讲惊吓呢？其实这应该是爱考虑的啦吼。啊，咱讲到这个吼，就是讲吼，像讲咱顶回有一个诺富特的迄个主管吼，啊伊走去诊所看3摆，啊医生一直问讲吼，你是做啥物工课，伊拢唔肯讲嘛。啊其实迄个主管啦吼，伊若讲头一摆讲出来时，咱若较有警觉性的吼，啊转去病院的时阵。伊就袂讲吼3摆了后再去病院已经插讲啊，是，所以吼，若是讲即个成绩啦吼，也是讲吼，咱会使吼集中来检疫的时阵吼，安尼较袂去拖互别人，因为即马吼有的人就是轻症的，就是咱要甲隔离，就是讲吼，伊莫去拖互别人嘛。啊，你即马湘北市咱厝的内底有几啊间房间，佫几啊间疫情啊啦，无济，嘿，是，所以这是。有小可欠缺考虑啦，吼啊！而且讲吼分散伫各地的时阵，啊，若万一迄个病情有变化的时阵，啊，你医护人员也是讲有一寡医疗资源有法度真紧来介入无吼，这对民众的迄个保障吼是较少啦，所以我是感觉讲吼，咱即马吼有一寡防疫旅馆吼，因为这你若讲规个吼规栋吼拢是即款轻症的人，其实伊嘛免什么负压隔离病房啊啦，因为咱负压隔离病房就是惊迄个病毒走出去，伫大病院内底就是惊伊讲去倒着迄个毋是即个 COVID-19 的病人嘛，对不对？啊，你若讲啊，这内底就拢全死的时阵，啊，伊个是轻症的时阵，其实啊嘛无一定像咱即马负压隔离病房，就是要有遐重症的人用的。啊，你若讲吼，叫人伫咧厝的内底，啊，你不如讲吼，一个所在，咱国家来甲照顾嘛，吼，啊，无你即马出即个难题，互人吼，啊，像讲拄啊讲迄个讲迄要停课啥吼，啊，你迄个是大人，啊，我若厝的囡仔真细汉，吼，啊，安亲班也袂当去，吼，啊，好袂当去，啊，你是毋是有法度吼一寡配套的迄个措施吼？因为讲大学生伊踮咧厝的，伊会使家己吼，伊若莫出去拍照就好啊。啊，囡仔人啊，你要叫伊踮咧厝的，无人顾，迄嘛毋是办法啦吼。所以这其实考虑的迄个，会使搁较顶进一个，嘿，是。好，但是我的理解吼，可能这个指挥中心因讲的吼，这个部分哦，是头起先伫咧确诊的这个部分，因为嘛是爱等待这个公务的人员来去做通知，表示讲买手嘛会行到集中检疫这个路内底啦吼，就是讲可能嘛是会甲因安排到遮，莫互咱讲吼家庭内这个确诊的这部分。
继续来去探开。另外吼，一个观察的点，就是讲伊即阵教咱啥，那出现着讲发生的这个镜头啊，是讲吼，你会当去食一寡退烧药啊，会当缓解你一寡吼无这个适应的这个镜头啦吼，啊尽量吼倒伫咧这个眠床来休困，甲食食茶等啦吼。咱继续搁请教这个张医师啦吼，张主任啦吼，咱看到讲即回吼，这过去伫咧其他国家。咱嘛有看到即款的这个吼，这个 guideline 啦吼，指引就是甲你讲，你踮伫咧厝内，你会当先食一寡这个退烧的这个药啊，来去吼缓解你遮吼无爽快的这个镜头。这个部分吼，嘛是代表咱的这个疫情变化吼。但是这个食退烧药啊，爱真正会当动过，就会当动过。但是若是真正这个退烧药食袂过，伊搁爱做啥物款的这个处理方式无？其实吼，这我先讲这个路。你讲伫咧厝诶，安尼隔离吼，敢好吼？我是感觉，若18年前吼，是利用即个军诶病院啦吼。啊，有诶是利用咧空出来营区啦吼，迄小可隔离一下就会使用啊啦吼。啊，医护人员安怎去做？迄落增加，其实吼。像我是退休的，但是我会说，若讲有需要嘛是会当去啊。阮医护人员，我即马嘛问大家嘛讲，若需要，阮拢会徛出来啊。大家拢准备好啊。所以指挥中心也免惊讲欠人啦。只要你若咱食台湾人就有爱心的啦。那只要喊一声，大家拢会出来。是。啊，像阮这有经验，阮咧急诊拢有真经验的人啊。啊，你讲要安怎做，其实。我嘛拢差不多拢知影吼，所以毋好讲要，我是感觉讲尽量莫用迄啥物防疫的旅馆啦，因为迄动线无确实，啊你若讲军营，迄空地啊足多啊，吼你也袂去影响到其他人。啊你讲伫咧厝诶，头拄仔咱这迄落有讲过啊，你有讲过，就是你。隔壁会影响到人嘛，所以迄个我是感觉拢无实在啦。迄是不得已的时不得已，咱爱看日本。日本因就是嘛是英国的病毒，就变种的迄个病毒吼，底下咧头壳疼到要死。是。吼，因就是这已经少年化，啊个重症化。啊，你若讲你个病人囥喺厝诶，万一你若忽然间，即摆毋是讲老人才会哦，即摆40-50岁嘛是忽然间。连伊就变重症啦，啊重症的时阵，你讲要啊煞，哇，迄就真头疼。啊，你若讲你营区这，伊救下来，也袂去影响到别人。所以我是感觉讲，咱指挥中心应该爱小思考，足详细，唔好爱凊彩想着就要去做啊！你到时出代志的时阵是要安怎？啊，过来我讲一个迄个。即个迄落小学吼，咧停课即个代志，其实吼，阮的医护人员吼，囝儿吼，伊上课的时候嘛是去互老师糟蹋啊。哦，阮有一个护理师的因囝，伊即摆咧隔离，结果因囝去学校中昼食饭，老师也请去另外一间单独一个人食。我讲这啥物时代啊，搁咧安尼做？啊，所以停课也好。你停课了后，即个学生囡仔伫咧厝诶，伊嘛袂去互别人去安尼伤着伊诶自尊啦吼。啊，老师也好处理啦，但是即摆问题佫出来啊！你若讲老师家己诶爸母伫咧厝诶咧上班，啊囡仔也咧厝诶上课，是要安怎管？囡仔若讲。咧吵，迄落爸母伫遐咧上班的时候，囡仔伫遐吵。还是讲囡仔伫遐咧上课的时候，爸母伫遐咧创其他的代志。是，还是要安怎配合？这嘛是爱思考清楚啦。这是这个如台医师吼提供互咱的这个一寡思考，然后对伊个方向就是讲，咱吼要吼这个确诊的这个部分点伫咧厝。一人一室啊，头拄仔嘛讲着吼，可能这个方向会当改做是一寡这个营区的这个部分吼，好因这个吼咱讲卖搁伫这个厝内底这个烧话这个情况扩大啦吼，这是第一个部分咱来去提供的。啊，第二个部分就是共款，咱讲护理人员的这个后生也好，查某囝也好吼，因拢是真正吼。
为着咱的这个台湾来去修好，所以袂当有这款这个技师的部分吼。所以头先嘛讲着吼，天课是做好上好的这个部分啊，但是咱讲天课一寡这个应用的这个部分吼，咱继续爱去继续来去好做好这个处理的这个部分吼。另外咱讲着吼，这回咱看到。台湾上低年岁治病已经是5岁以下，啊上大的嘛有80几岁这个部分嘛代表讲这个英国变种病毒真正过去咱拢讲啊叫是重症才会得到，啊这回细汉囡仔嘛会得到，啊20-30岁嘛会得到，这代表是啥物意思？咱过来继续观察的无 ？OK， 因为即马我先讲咱日本的案例啦，日本即马最近90%拢是英国变种病毒。是。啊，即马这变种病毒呢，伊即马发现讲年轻人少年的即马得到感染了后大部分拢会得重症，就是讲重症的病患内底，年轻人的比例变悬啦，这是一个，就代表讲咱即马面对的病毒，甲进前去年即当的病毒是无啥共啊。这头一点，第二点，最近美国的 CDC 有发现到讲。即马咧囡仔超4-5岁囡仔感染者伊大部分伊体，咱即马古早咱即马体温的感染者是咱体温的升高，啊体温升高时阵呢，大部分拢若较重症时阵，伊温度体温会升悬，但是即马发现到囡仔超4-5岁囡仔即马体温大部分拢是轻微的发烧。OK， 目前的轻微发烧呢，就差不多37.3以上，甲38。1.3以下，这叫轻度的发烧。是。啊，但是伊即马发现讲，即马4岁囡仔大部分拢有朝这个方向的趋势啊。所以即马来看就是讲，按照即马伊感染的这个症状，即马发布的，甲过早咱去年即个比的有淡薄无共啊。所以即马开始咱爱注意就是讲，即马若囡仔叫病毒感染着。伊若是温度大部分拢无法度庆祝悬的，但是这变成咱即马做家长的爱注意啊。所以讲即马就是，不管你即马是有咧上班，还是你曾经被疫调啊，什么所在时阵，对于你家己的身躯的囡仔来讲，有一寡幼小的囡仔时阵伊若一寡体温啊、些温度的变化是变成咱就较注意啊。是。所以父母爱特别来注意这个部分啊，家己嘛爱来去做一寡，咱讲自我意识的这个提升啊，尤其可能啦即阵咱头拄讲是确诊的这个部分，即阵你若是讲怀疑你有接触过啦咱即阵嘛是鼓励大家卖流动卖安尼想讲哇，我上北市就停班停课，还是讲伫咧徛家，伫咧居家做办公等等，我就等于中南部千万唔通这嘛会造成着医疗人员的这个头疼尤其你甲这个重灾区的这个病毒，可能佮抓等于你厝内底人，另外会这个造成着群聚的这个感染等等的甚至无咱讲确诊的这个县市内底，佮有确诊的这个病例产生啦所以咱嘛看到讲大家亲像顶礼拜咱有教讲你去download这个 app 这个台湾社交距离以外，伊透过这个 Bluetooth 的这个方式2公尺保持这个2公尺的这个距离，你若甲这个确诊者。咱讲有接触到，也是过去14天内你有甲伊接触过，伊若是确诊，伊就会传送到可能你有接触者的这个疑虑等等，你就要特别来去注意啦但是即阵咱嘛是鼓励大家千万莫流动，会当踮伫厝就踮伫厝啦所以咱看到讲你若是甲确诊的这个个案伫咧镜头发生前的这个3天，也是隔离进前有密切的这个接触，比如讲你甲伊食用餐。尤其咱讲顶礼拜是啥物？是咱讲母亲节顶礼拜真侪人都开始咧庆祝所以这个关键期间，你可能拢有甲确诊的这个案件的人可能伫咧这个小话这个空间内底啦也是甲伊共同咧住。咱嘛知影，这个湘北市拢是出外人，所以住共位的嘛是真侪有人佫是住这个毋是套房，住这个雅房啦所以伊爱用到这个疫情嘛是爱特别来注意啦也是讲面对面15分钟以上这个接触。拢伫爱伫厝内底，家己做一寡这个隔离等待卫生单位这非常这个重要。所以咱讲避免掉买手，咱的这个案例佫直直欠管加，咱提醒观众朋友爱做的，就继续来做。但是即阵咱咧讲的嘛是讲31万剂这个预防针到底会使来无？咱过去咧2月时阵看到莫德纳写新闻个英国律师写500万剂会来台湾有影。佫跳票啦这今仔嘛是佫问到这个指挥官陈时中，伊讲
目前也无疫苗的这个消息吼。但是咱看到即阵医疗人员也好，咱过去咧讲第一波是因来做，啊，咱看到讲吼，即阵开放到第八波啊，开放的人真济，咱看到讲过去叫你拍唔去拍，啊，过你做唔去做啦吼。即阵咱看到讲疫情遮累啊吼，遮有人真正咱看到讲注意防晒这个比例来提升吼，这代表着讲咱过去防灾这个意识真正上过头低，咱继续请教这个周理事啦吼。咱看到讲这个疫苗欠缺这个部分是已经是这个国际上一寡这个主流的国家甲疫苗低调啦吼，但是伫疫苗还未来进前，咱公共卫生头顶，亲像咱头拄讲接触也好，确诊也好，搁要注意啥物无？其实个疫苗其实咱顶届以前咱做的时阵，迄个比例无悬嘛，是因为即摆镜头大家出来了后，才想要去做嘛真侪阮医护人员，其实阮毋是无爱去做。比如讲，阮咧开业咧做开业医生伊迄都爱10个人集中起来，才会使开一罐嘛。对。阮伫病院去约的时阵，有时迄时间就约袂拄好，有时阮有时间伊就无10个人。有时是伊迄个无疫苗互做啦其实毋是讲阮无爱做。即马阮是希望讲因为有限的疫苗伫遐迄个所在即预防下比如讲伊就爱做较有效的分配啦。比如讲即摆有一寡医护人员，伊志愿出来要去支援即个筛检站，你有一个互伊真好的保护，这个人还未做，优先互伊做，因为这个人是徛出来，要为国家来做防疫的，袂使讲你都爱再去排队，若这个人去，若去丢着咧，丢着就是毋是就安尼，其他人就会讲安尼我毋通去，因为你要甲保护好势，因为已经徛出来咱来甲真好的保护伫。那迄个即摆那疫苗。袂遐尼水准，咱来做有效的分配以外啦其他人就是讲，咱破病毋是咱做毋到代志，咱做歹代志再去人互人骂，所以咱若家己有啥物镜头时，千万毋好隐瞒，你若隐瞒落去时，万一若是有啥物毋对去，害着家己，害着咱的迄个亲戚朋友，佮害着社会国家，就是讲咱有啥物，比如疫调的时阵咱到底去过倒位来，老实讲，对，爱老实讲啦搁来是爱鼓励大家就我头仔讲的讲有诶去诊所看上，我安尼甲问甲拢无爱讲啦指挥中心就讲即个防疫旅馆的人袂使甲注记啦，我讲奇怪，那袂使注记，就讲真侪理由伫内底啦。其实像我伫看门诊的时阵，我讲即个是去科医生即个是伫咧倒位护理人员，其实阮拢会看到嘛，我嘛是袂看到伊，咱就惊着甲赶走，无爱互看嘛。这个人伊会去隐瞒讲，伊无爱甲你讲，伊无爱甲你讲你讲要叫伊承受，迄是无可能的代志。所以其实指挥中心我有时甲建议一寡代志可能有一寡迄个敢若讲结合无讲沟通得很好安尼啦其实是伊无我头拄讲过，讲伊内底专家是真侪啦但是欠缺的就是讲，伊拢感觉讲咱这医疗资源都是病院啦其实咱开业医遐侪，我嘛是拢大病院训练出来阮想要贡献煞无法度通去贡献。其实咱即个应该是爱协调出来，因为病院即马咱讲咱湘北市咱的医疗资源已经是全台湾上好都是普通时啊用了真棒啦。用到迄个无应该用的所在，应该是爱去照顾迄个重症的患者啦。伊个简单的迄个较稳定的糖尿病高血压吧，应该是爱交互一般迄个基站啦迄个伫咧咱的社区内底，较尾大家走去病院，走去病院嘛是即摆大家无爱去无爱去的时阵，你叫人无爱去的时阵，其实阮有一个叫做医疗群的，就是甲病院拢有定咧接触嘛其实我是感觉讲即个咱来照顾咱的即个慢性病患者，莫讲有时咱来讲一个病症统计了，即个疫情结束了讲死伫即个慢性病无应该死的比迄个疫情较侪这就是得不偿失啊嘛所以即个所在咱感觉讲咱的疫情的指挥中心伊其实爱搁听较侪迄个无共款的声音，甲即个基层的专家，尤其是阮医师工会专联会，阮的理事长嘛是迄个区台湾
立法委员，伊本身是台大的教授，吼，伊也是台大的教授吼，啊，但是伊对基层真了解，所以伊就会统合着讲吼，基层跟病院内底要安怎去配合啦，吼。啊，其实今日早起迄个 CDC 嘛有开会啦，吼，啊，伊嘛是有讲一寡代志，啊，但是阮的感觉啦，吼，就是讲旧年以来啦，吼，这个 CDC 吼，定啊，伊有讲一寡代志的时候，我去甲建议吼，敢若。唔知是安怎啦，还是讲阮建议了无好啦。其实吼，迄阵吼病例较少的时阵吼，都爱开始去想讲，万一若有今仔即个状况的时阵，咱爱先准备好势。吼，莫讲像遮即个采检站安尼，弄到安尼吼，啊，敢若密密麻麻，民众安尼骂啦，吼，民众安尼骂我伤，啊，即个内底吼，我昨吼，在第拜六的时阵吼，迄工会有去迄个中兴病院遐去慰问遐个人员讲，吼，遐个人吼用穿遐迄款兔宝包装吼，穿较用要家己要中暑安尼啦，吼，啊，阮就吼包一寡红包讲话，买一寡凉的，吼，应该去慰问者。其实即个代志吼，咱。古早像迄个张主任嘛，吼，因伫迄个和平病院迄阵，其实有一寡真好的经验吼。啊，迄阵是较无拖较基层，但是即个病院吼，即个咱已经有建制过啊吼，啊，即个基层吼无甲这其实真可惜。但是即个疫情毋知影当时的结束，趁即个时间吼，咱是毋是吼，都爱来思考，大家准备好。反正讲吼，即摆咱准备好啊，咱用袂着，无要紧，咱后摆要用的时阵随时会使用。啊，莫讲吼，啊，今仔日讲一个，明仔再讲一个，啊，其实民众会惊嘛。刚刚我讲的讲，我是耳鼻喉科的医生吼，你要做采检吼，相比我较熬，我专门咧乌人的片啊，迄入去吼，我检的迄个正确性吼，一定比别人较好。啊，阮万一出来的时阵，啊，无迄个管道嘛，吼，个有的人有管道。啊，当然，阮一寡医生嘛是讲啊，65岁以上的吼，啊，伊迄敢若有慢性病，阮叫伊卖出来啦。阮敢若讲啊，我无讲真老的吼，阮愿意出来奉献啦吼。啊，是讲吼，利用即个机会，不要紧，咱吼即马有拄着啥物，慢慢来改。啊，该啥物做的吼，阮尽量会上配合。啊，若即阵。建制好的吼，迄个一寡制度，即摆无用到的，唔知当时会去用到。吼，啊，即个疫情若讲有变化的时阵吼，咱这边他妈定来好做滚动式，啊，你是要滚到当时啦。吼，看来讲吼，咱甲正经甲规个吼，拢甲即个制度建立了好势了吼，啊，疫情有啥物变化，咱哦老神在在，拢有法度去甲做处理安尼。就是一切吼，拢爱做好势吼。咱讲着吼，除了病院是咱爱顾好的这个所在，咱讲吼基层医疗者吼，嘛当奉献因过去所学的这个物件吼，会当甲这个第一线的这个防线吼，甲伊围堵好势啦吼。咱嘛看到讲吼，真正感谢着所有的这个医疗人员吼。第二迄部分吼，咱阁继续来请教如台医师，咱头拄讲的这个预防线的这个部分吼，31万剂啦吼。咱嘛看到讲吼，这个国产的这个部分吼，过去咱讲的7月底才来产生吼，但是伫咧大家拢有这个疫苗吼保护之下，咱会当做啥物来去吼，卖互这个疫情拖遐尔累，拖遐尔强，然后继续请教如台医师。以前咱理事长有讲过，专家是咧讲理论啦，OK，啊，阮这是咧讲经验，实际这就无共款的所在，所以经验嘛爱听啦。是，啊，其实有些观念的问题，我即摆迄讲有一个人传一个迄款迄落，迄落互我看吼，其实即个疫苗的注射的观念吼，预防注射的观念嘛吼，其实爱咱观众啊，包括医生、医护人员嘛爱改变吼。是。咱拢是安怎想？拢是讲伊的伊的有效力啊吼，伊会当伊注入偌侪效力吼，这是按死这边来看的哦，想的啦。吼，比如讲啊，这有效力是差不多90%，这有效力是60%。啊，咱看听到就会惊嘛。是。无迄个效力，无迄个，我当然嘛是要注个较有效的嘛，对无？但是按外这边来看吼，其实预防注射注落去了，拢有效啦，拢有效 ，OK， 拢有效。只是讲你迄款你会当吼，比如说变轻症的人，也是讲拢袂着的人 ，OK， 安尼也无共款尔。是，所以即摆有大家想要出来做，毋是因为迄落看讲啊迄落，迄观念若改变了，大家想要出来做，就是因为大家拢观念，即摆医护人员，大家拢咧团结，就是讲观念要改变，毋是咱安尼拢咧讲啥物，迄落
莫德纳有效啦，还是 AZ 无效，唔是安尼。拢总有效啦，拢总有效。是。所以这要落去宣传。OK。吼，这要落去宣传才对。啊，但是要注意的是副作用。OK。吼，那副作用若是有过敏的人，千万你就要注意，唔好勉强要去做。啊，当然会出代志。是。啊，出代志，即马若个互人安尼啊报出来，就大家会惊嘛。哦，所以就是讲，莫勉强，你迄个就敢若迄个。流感共款嘛，我咧做流感的预防注射，其实我拢无咧做，因为我头一摆做我就有，因为我了副作用出发烧啦会痛，所以我就拢无做啊。是。哦，所以大家惊的人就爱去做，但是观念要改变。有影吼，即阵若是观念拢甲解决吼，咱讲第一波的可能就会当收好势啦吼。啊，莫吼这个疫情继续来拖落去啦，继续搁请教周研究员吼，疫苗这个部分，咱过去一直咧讲的这个国产部分，顶礼拜咱咧讲的时阵是这个7月底啦，蔡英文总统。嘛，看到这个唔是说啦，嘛讲吼，这个国家卫生研究院，咱讲国产疫苗这个部分，真正爱伫7月底来完成吼。这个进度，佮甲咱报告一下，啊，咱等下再来讨论讲吼，这个咱国产的这个预防针买手安怎扮演着吼？咱讲当年以外，咱讲可能是流感化啦吼，这个部分咱安怎去应用安尼 ？OK， 那这个问题有两个层面来考虑啦。头一个就是讲。咱国产的疫苗，因为即马技术较无啥共，伊的制作方法较复杂，伊制作方法时间也较久长。OK。所以伊即马要时间吼，咱若要达到所谓的群体免疫内底吼，伊即马咱国产上少爱1000万剂拢爱有够。1000万剂吼。1000万剂。OK。因为即马考虑到 AZ 1000万，但是可能无一定马上来嘛。另外是莫丹娜即个500万嘛。是。但是呢，你要考虑到伊拍施打所谓施打率嘛，那目前即马都算咱一半了，所以1000万剂的希望拢会使用到，才有法度达到咱的群体免疫啦。啊，但是目前即马因为即马生产的时间来讲有较慢，所以咱即马刚才5万的就是讲，到7月底进前，那无法度吼，像外来的一个疫苗无法度入来时阵，咱这2个月时间免哪个预防，是咱上重要。是。第二个就是条件，就是你头仔咧讲的，就是讲，目前即马疫苗来讲吼，因为咱即马是针对是英国变种病毒，咱即马目前知影是，不管国产的疫苗还是外来疫苗，对英国变种病毒 B.1.7来讲拢有效。OK。但是对以后像巴西啦、南非啦，还是印度的这方面呢，即马足侪报告拢知影，伊的疫苗效果会降低，啊降上少30%。剩30%，毋是讲降30%，是剩30%。所以即马其实若要有人开始就咧讲，啊是毋是要拍第3剂？啊我即马甲恁报告就是国产疫苗内底包含高端，伊即马就咧想讲吼，咱要针对一寡变种病毒的研究内底，是毋是要拍第3剂？因为即使咱降啊剩30%，咱若搁拍第3剂时阵，甲疫苗。效率佫提悬，如果10%、60%安尼起哩时阵，对于即个变种的病毒咧，可能还是有效。OK， 所以伊即摆部分就是，咱即摆要拍的是，赶快是拍2剂。但是因为持续开始研究讲，我若拍第3剂有效果，对变种病毒有较好无 ？OK， 即摆进步多就是一定甲即个想法报告指挥中心啦，所以伊即摆嘛咧考虑讲，是毋是要做一个临床试验，拍第3剂的效果？因为拍第3剂，你来考虑下。副作用啊 ，OK， 进前咱拢拍第2剂，啊，即马第3剂，因为免疫佫加强身体的先，副作用较袂提悬，较袂较咩 ，OK， 所以即摆部分嘛开始咧做。是，咱讲过去吼，第2剂这个部分可能身体也有较咩，啊，伊讲这个效力会当吼，咱讲8礼拜这个部分会当上好，但是要注第3剂落去，真正这个身体敢会较咩吼，是目前咧做。啊，头拄你嘛讲着吼，这个7月底的部分是这个200万剂啦吼，但是你讲爱群体免疫的这部分，咱小连刷这个国产部分爱搁爱贡献1000万剂，所以代表这咱的进度吼，可能。希望是讲咱年底是全部拢拍啦，但是呢，根据一寡研究，包括杜克大学因的研究，讲你若要达到单一个国家要全体免疫，咱无法度像以色列安尼吼拍遮紧啦。是。以目前以美国来讲，因讲爱拍到2024年啦。2024年。因为包含人口啊，甲伊个疫苗材料的取得嘛，是吼。啊，以咱台湾来讲，咱可能无免做到
2024年才我都做到群体免疫啦。但是咱上少吼，以咱拍的速度来看，上少还阁半年啦。OK， 这上少还阁半年啊，这是还阁是大家拢愿意要拍的时阵啦。啊，即摆就惊讲，所以讲这个部分就是政府爱直直宣传。OK， 讲咱的疫苗效果，啊，伊的利大于弊的观念，互大家知影，互鼓励因起来拍安尼啦。是，我相信啊吼，咱看到第一天180例，第二天200多例，今仔日333例啦吼。安尼小连刷这个影响，咱注意放射这个意愿的提升啦吼。过去咱真正看到讲吼，真侪人因为看到新闻也好，还是讲国际这个消息来看讲啊 ，AZ 你就会产生这个血角等等这个部分，但是咱讲过啦吼，迄拢是100万分之一，也是这个吼100万内底差不多3、4个安尼案例尔，比例是真低啦吼。咱么看到讲即阵英国也好吼。Israel 也好啦吼，真正因的这个群体免疫已经拢产生起来吼，所以咱看到讲吼，规个咱未来啦吼，毋那是 AZ 之外，还是讲莫德纳之外，还是咱的国产疫苗之外，真正咱该当去拍就去拍啦吼。咱嘛看到个真侪这个医师也是护理人员吼，拢真正辛苦，伫咧阻挡咱这个疫情吼，继续要提醒着真侪这个观众朋友吼，千万伫咧这2礼拜关键的这个时间内底，卖流动吼，咱都会让卖流动吼，踮伫咧这个厝内吼，好好看咱台湾声界各有所有的这个节目内底啦吼，嘛要继续来维持着咱所有过去吼这个防疫的这个生活。感谢所有来宾，也感谢同齐老师看，那么再会，感谢。